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極視覺啊，上市編號6636啊。咁啊，公司喺山東發跡嘅啊，做一啲 AI 計算機啊，視覺解決方案啊嚇。咁就都係一啲人工智能嘅嚇，即係叫做賽道噃嚇。持續地啦嚇，去關注翻嚇究竟佢嗰個喺個商業化嗰個情況啊，就屬於比較利好啲啊，受市場歡迎嘅板塊嚟嘅。3月20號開始招股，3月25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啦。上市日3月30嚇，發行價格40蚊啊，每手入場費2000蚊多啲啊，集資額唔夠5億噃啊，咁所以咧睇翻行業上面相對啦啊，有啲話題啦啊，咁啊集資額就相當細嚇，預計咧個炒作嘅意味都濃厚嘅，有興趣即管去認購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